講焦慮抑鬱嘅人，軀體症狀會好痛苦，但你知道邊度最痛苦嗎？絕大多數人會首先想到呢度，冇錯，頭部嘅不適堪稱焦慮抑鬱嘅人係最難以忍受嘅症狀之一。焦慮抑鬱嘅人由於長期精神壓力，令到交感神經興奮，導致外周血管收縮，影響腦部供血，再加上平時睡眠唔好，更容易引發偏頭痛。偏頭痛發作嘅時候咧，好辛苦，就好似一把刀喺腦入邊攪動，令到人痛不欲生。通常集中喺一側嘅頭部，搏動性嘅跳動或者持續性嘅脹痛，同時經常伴有惡心、嘔吐、畏光等嘅症狀。呢個係因為持續嘅焦慮抑鬱嘅情緒會打破我哋大腦入邊嘅神經遞質平衡，腦血管收縮同舒張功能異常引發嘅偏頭痛。如果唔及時緩解，仲可能會加重焦慮抑鬱嘅症狀。所以偏頭痛發作嚴重嘅時候，唔好死頂，及時遵醫囑食藥。更好嘅解決方法係喺偏頭痛未發作嘅時候，通過我哋皇氏中醫嘅外擊內服、針藥同治療法嚟整體調理，降低偏頭痛嘅持續時間、症狀程度、發作頻率。除此之外，我哋要學會接納生活中自己無法控制同改變嘅事實，唔好排斥佢哋，更唔好去同佢哋互動，將關注點轉移到當下你喺做嘅事情入邊，咁就唔會刺激到植物神經，身體同情緒先可以進入到良性循環。你記住啦嘛？